先一开始，咱来关心新北市的三重埔伫昨昏是发生一件家庭悲剧，一口罩3个人拢死亡。43岁姓刘的女性，那亲像是先互伊的翁婿刣死，也那伊的翁婿是搁带也未10岁的后生赛车出去。警方找到人的时，爸仔囝拢已经死伫车内。救护人员为三重埔一间公寓，甲43岁姓刘的查某人扛出来。因老母伫咧车到下晡5点外倒去厝里，发现伊倒伫咧涂骹，规身躯全血，而且真侪大去有倒扑着伤，是惊是咧赶紧报案。刘女母亲于返家以后，发现女儿倒卧于地上，身上有多处的刀伤，经急救以后，于本日的18时39分抢救不治。这个姓刘的查某人，浑身顶包括胸坎、颔棍、腹肚甲脚趾片，拢总有7个所在互倒扑着。送病院了后，又是救无倒来。也若甲伊带做伙的翁婿，也就是姓廖的查甫人，已经带伊也无甲1岁后生逃走。警方调监视去找人，暗时啊，伫阳明山马祖桥骹，发现这个姓廖的查甫人甲因后生伫咧车底，不过拢已经死亡。远警调阅监视器，周遭的监视器循线追人，在台北市北投区马槽桥下，发现刘女的丈夫廖男以及其小孩已经沉尸在车内。详细的案情，本分局仍在厘清中。警方初步监视，排除外力介入。姓廖的查甫人，那像是甲囡仔挟持了后，才搁自杀。一个伙仔3个人的性命，就伫迄天结束。因为这个姓廖的查甫人涉嫌重大，警方还搁继续调查详细案发的原因，也搁有作案的动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